武汉肺炎甲单也未收煞，一寡民众较唔敢出去外口的餐厅食饭。像讲中部地区一寡餐厅春酒业绩落真济，一寡餐厅时到时担当，无米煮咸鸡汤，家己都爱想办法。有的是推杀俗价，规家伙啊套伙食的套餐，会当免费送到厝内。另外有一寡是改做一间一间的套房，内底放一套椅啊桌啊，变做是食饭包场，安尼较袂去为着。 智慧机员加上卤排骨，料理煮好，毋是捧出去，是摕便当盒内底，互人客炸转去食。星级的饭店乃嘛塞得来数，或者是外送的服务出来，原来是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互消费者毋敢去人济的所在，拢打电话来甲定位取消，含春酒嘛袂办啊，互业绩一直落。饭店敢若让想办法塞3菜1汤777块的套餐出来，互民众摕咧就会当走，订1800块以上就有免费的外送。 每天会规划不同的菜单，到40道菜会轮流的来提供。另外，打电话去订，就会送消毒的酒精。有做调整的，阁有一间饭店，唔拿送双主菜便当出来，阁伫较关楼的景观套房加开食饭的包厢，互人客唔免伫人济所在食饭。那主要的话是因为现在消费者他对于群聚这个问题的话是会比较有疑虑。那我们设定这样子的包厢，那他可以就是只跟就是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做一个聚餐。那我们想这样子的一个方法的话，消费者也会吃得更安心。就算疫情真严重，不过食饭风底大，业者想尽办法来拼业绩。抢相机记者综合报道。